节目是带动跳，蔡淑珍女士，请。我知大家咧食饱吼，但是咱都做真简单，就是讲小可叮当吼。所谓活动就是要活就要动吼，加减仔叮当吼，咱这个筋，伊就筋骨较袂定安尼吼。 8、2、3、4、5、6。
各位乡亲哦，大家食饱哦，安尼运动一下就好啦。我听讲哦，你有是讲哦，食饭了咯，1点钟以后坐以后，1点钟以后一定要起来运动，安尼哦对身体较好。